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潮談佛系，我係你嘅主持 Matuli。今集咧，我哋就要傾嘅話題係點樣運用佛教嘅中道智慧喺繁忙嘅現代職場中尋找平衡。香港啊出咗名叫做加班之都啦，我哋有全世界最長嘅工時嘅城市之一嘅一個美稱嘅。嗱，返工食飯我哋可能都對住電腦啊電話，放工啊繼續睇住 email，週末咧可能都仲要開會添嘅。好多人嘅生活咧就好似俾工作完全佔據咗咁樣，但另一方面咧，又有啲人去咗另一個極端喎。對於佢哋自己嘅工作咧，完全冇熱誠，淨係為咗出份糧。嗱，呢兩種極端咧，都可能令人哋感覺到痛苦或者空虛嘅。佛教嘅中道智慧咧，就提醒我哋，真正嘅幸福係避開極端，尋找平衡嘅道路。喺工作生活平衡方面，中道唔係話工作同生活咧要絕對嘅平均50-50咁樣，而係話我哋要尋找一個咧對於自己嚟講健康同埋有意義嘅平衡點。每個人都唔同嘅。嗱，咁等我分享幾個實際嘅方法啦，去幫助我哋喺呢個職場生活中咧實踐中道。嗱，第一個方法係設立清晰嘅界限。好多工作生活失衡嘅情況咧，都係因為冇清晰嘅界限。嗱，你可以設定一個真係固定嘅收工時間啦，之後就唔再睇你嘅工作電郵啦，又或者係聽工作嘅電話。嗱，同時都可以為自己設立返一個數碼斷捨離嘅時間啦。例如就係可能你weekend 放假，或者你過咗夜晚9點鐘之後咧，就專心去休息，或者係做自己鍾意嘅嘢，陪伴你自己嘅家人或者朋友啦。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其實係喺銀行嗰邊咧就做投資分析嘅。咁佢以前成日都係要 OT 到去到凌晨嘅時間啦。咁後尾咧，佢都好坦誠咁去同佢個上司同埋佢自己條 team 去溝通啦。咁設立咗一個清晰嘅界限，真係除非特殊嘅情況啦，每日7點之前咧，大家真係一定要收工。weekend 咧唔睇 email 噶啦。啱啱開始咧，其實大家都有個 concern，其實啲工作會唔會受影響啊？喂，但係其實結果反而咧，因為有咗呢一個界限之後咧，佢自己嘅工作效率咧係提高咗嘅，創意同埋一個解難題嘅能力咧都增強咗，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試下同你嘅上司或者團隊咧都開心見誠去傾下呢個問題啊。第二個方法咧就會係重新定義成功啊！我哋嘅社會好容易將成功咧就已經係等於咗工作成就啊、職位嘅高低啊或者收入嘅多少，但係佛教咧提醒我哋，真正嘅成功係一個好全面嘅概念嚟嘅，包括咗你嘅身心健康啦、人際關係、精神富足等等嘅多個層面。可以嘗試擴闊一下自己對成功嘅定義，設立唔同範疇嘅目標，例如係職業目標、健康目標、關係目標、個人成長目標等等。咁樣我哋嘅自我價值咧就唔會完全係聯繫於工作表現之上。而第三個方法咧就會係喺工作中尋找意義啦。佛教嘅正明概念就提醒我哋，工作唔單止係一種謀生嘅手段啦，更加可以係一種修行同埋貢獻嚟嘅。無論你做緊咩工作，我哋都可以思考，究竟我嘅工作可以點樣為到其他人帶嚟到幫助呢？我喺工作入面咧，又會有啲乜嘢可以學習同埋成長？我曾經遇過一個的士司機咧，李師傅啦，佢真係將揸的士載客呢一個工作咧，視為係服務他人同埋認識社會嘅機會啊！佢有講過，每一程車都係同一個人連結嘅機會啦，同佢哋傾偈啦，因為每一個人咧，其實都會有佢自己嘅故事嘅。咁佢自己透過呢一種心態啦，咁喺日復一日，其實重重複複嘅工作入邊咧，佢自己揾到嘅意義同埋滿足。第四個方法咧就係正念工作啦。好多時我哋做緊嘢嘅時候咧，心入面就諗緊第二樣嘢，休息嗰時咧又掛住做嘢喎，咁結果咧兩邊都做得唔好，亦都感受唔到個滿足感啦，自不然有。可以咧嘗試將正念咧帶入去工作入邊，專注當下嘅任務，全程投入。工作時真正工作，休息時真正休息，去玩時亦都真正盡情去玩啦。以前又好容易一心多用嘅，我返緊工又忍唔住又碌下電話啊，可能同緊朋友屋企人食飯又忍唔住又諗返做嘢啊。咁後來我開始實踐一個叫單一任務模式啊，
做緊乜呢？就專注喺乜度啦。每次專心做一件事啫。我發現自己嗰個工作效率咧提高咗，同埋喺公餘嘅時間嗰個滿足感咧都係增強咗嘅。咁第五個方法咧就係定期反思同埋調整。工作生活平衡咧唔係一個靜態嘅狀態嚟嘅，而係一個咧需要持續調整嘅過程。你可以定期檢討下自己嘅時間分配啊、精力運用同埋個幸福感，然後咧就作出必要嘅調整啦。呢一個反思嘅過程咧，本身就係一種覺醒同埋成長嚟嘅。通常喺每一個月嘅月尾啦，我就會揾一個星期日咁少少時間回顧下呢一個月嘅生活。因為我將啲時間可能花晒喺啲咩地方度咧，我覺得好攰啊，定因為我仲係充滿活力、好興奮、好開心咧？有啲咩活動咧係俾到我感覺到好喜悅同埋滿足？透過呢個反思嘅習慣咧，大家都可以及時發現到生活失衡嘅跡象，作出翻個調整嘅。佛教嘅中道智慧咧，提醒我哋平衡唔係一個靜止嘅點，而係一個動態嘅過程，好似踩單車咁，需要不停咁樣調整咧，先至可以保持嘅平衡嘅。喺快速變化嘅現代職場入面啦，我哋係需要持續去覺察、調整、重新平衡。同時啦，佛教都教導我哋無我嘅概念，提醒我哋唔好將自我價值同埋身份咧完全綁定喺工作角色上面。我哋唔係淨係得一個職位、一個 title 或者係一份工作，我哋係有更加廣闊同埋深入嘅存在嘅。正如佛陀所講，平衡嘅心靈就係最大嘅財富。喺追求工作生活平衡嘅過程中啦，我哋嘅目標咧唔單止係分配時間，更加係培養一種平衡嘅心態。無論係喺工作定係生活之中咧，都能夠保持正念、寧靜同埋滿足嘅能力。好啦，今集嘅節目就嚟到呢一度，希望啱啱講咁多嘅實際嘅方法啦，可以幫到你喺你嘅職場生活之中咧，可以實踐到佛教嘅中道智慧，尋找屬於自己工作生活平衡。下集節目咧，我哋就會討論人際關係嘅慈悲智慧。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打開個通知。多謝收聽，我係 Matuli，下次見，拜拜。